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看客家名录学人，我是土社长阿忠姑，今日要老大家共下来分享的主题是北部客庄老插金风花。唔知大家有看过插金列出期节目，咧系2020年嘅时节咧，客家委员会老共强天时共客来合作嘅四台生发剧，大家看到呢个插金过去，又起了一组安度乜嘅插金风潮，所以看到吼会亲美哦。唔知大家有看过冇？喺出期剧是讲。北部客家庄佢係過去用百姓大眼大家上菜來到呢位來種茶、賣茶，還有賣茶嘅故事，還有改良是全台灣最大做茶嘅家族，佢係用百姓喜喜樂樂嘅故事。今日透過呢個北部客莊老茶金風花呢個口唱嘅主題，圍繞倡導歷史嘅文化學者、姜亞新嘅孫悟，還有做茶師傅。圖等大家共下來到北部來看一下，改良是用百姓大眼嘅故事了。今日口唱會分咗5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北部客莊嘅開發嘅歷史嘅研究，第二個部分是茶米嘅生命到北部客莊嘅歷史，第三個部分是茶經嘅男主角茶夫姜亞新嘅故事，第四個部分是基起嘅養料。姜亞新養料嘅故事嘅建築，第5最美嘅是茶米嘅知識。透過呢5隻部分，就係老大家講北部用百姓發展到呢下了，呢下聽定呢個四台本案例轉到北部來看一下北部嘅歷史係用百姓來咯，向下來看。